台南市长黄伟哲伫春假连续假期的头一天，伫民意代表甲观光旅游业者的陪同，一早起7点外，就迎来泰国188位的贵宾到台南旅游，除了一一献花，同时嘛致敬首航的纪念礼，让每一位贵宾备受祝福。今天很高兴欢喜迎接来自泰国的贵客，总共有188位，满载的飞机载了这么多泰国的客人来到台南观光。预计在未来5天，4号到8号，也就是在我们春假的期间，来台南饱览我们台南的风土人情，品尝我们台南的美食。基本上泰国也是一个观光大国，清迈也是一个观光大城。所以台南跟清迈有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，在观光以及旅游的发展上，以及在一些农业以农特产品的发展上，都有很好的交流的机会。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，来迎接来自清迈的以及泰国的所有的观光客。那他也会给我们很好的建议。那所以让我们让他们这个吃得饱饱，让我们也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，能够跟泰方做交流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民外交。市长表示，会促成泰国甲台南的包机直航，除了感谢泰国狮子航空、燕府旅行社、甲台南市旅行同业工会大力的协助，市长除了欢迎泰国的贵宾到台南观光、品尝美食以外，因为泰国本身嘛是观光的大国，希望台南甲泰国的包机直航。不但用个早来城市的交流，接煞市长黄伟哲嘛坐上首航的飞艇，到泰国的清迈，拓展国民的外交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